如果你无做过，你无经历过别人的痛苦甲软正，你无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这个医生得到一个新的活命，伫苦痛苦的所在，看见人的愿望是真实的疼甲关怀，嘛是迄种无勇气挑战痛苦的一个勇气。所以，实际的信仰，毋是将咱诱入去苦难内底，每一工伫遐啼哭，也是真悲伤、真悲观，也是面对的痛苦，咱拢无法度，敢若重担咧，拢一直担着，拢无法度。反倒当实际的信仰，互咱的是面对世间、面对咱活命、面对咱的环境、咱的境遇的这种勇气。军队耶稣基督派入世界，嘛毋是迄种逆来顺受，安尼啊真艰苦、真委屈的精神。反倒当是爱征战，迄个好的征战，面对苦痛，勇敢去接受这个挑战。这是耶稣基督，互每一个军队的人的一个模样。因面对苦难、面对痛苦，伊无出声，伊接受上帝予伊的调命、的拯救、的救赎。所以咱受着目年久、轻轻的艰苦，是要为着咱带来永远的大阳光。这是无后悔的人生，无后悔也无放弃的生命的态度，这就是勇敢向前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即使咱经过流目屎的山谷，咱痛苦、咱艰苦、侪的考验，甲咱身体、心神的磨练，总是咱悠然在上帝悠然之地，迄个慈爱满满的上帝悠然之地，伫十字架顶受难，互咱国外的大愿望的耶稣基督悠然之地，使咱国外的溃烂。互咱会当伫上帝的听内底来相听，嘛伫上帝的愿望内底相甲愿望。因为阮毋是看伫所会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会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伫美国纽约这个所在。以早的时代已经有地下铁，有地铁。伫即个地下的铁道内底，时常伫迄个当时美国的即个纽约常常拢有大的即个停电的事件，伫历史的中间发生了几摆。有一摆停电的时，即个纽约即个地下道即个地下铁路内底，侪人伫遐等车，无拍算忽然间。大停电大家伫即个地下道内底黑暗啊，一大群的遮个群众遮个要炸车的遮个群众，哇！伫黑暗内底去互围困去互即个黑暗围累所以真惊吓，因为找袂到出口真惊吓，大家真紧张真青狂哇！安尼花好真艰苦因为你下骹内底拢无电的时真惊吓。大家乱糟糟，乱做一团。就在这个时刻有一个妇人人一个查某人真定着伊向大家喊声爱大家莫惊来对伊行大家迄当时嘛无法度就想讲奇怪这个查某人哪遮定着大家就点就安静落来，就对伊行。这查某人就带路，尾仔大家真无容易，行出这个地下道行到这个路面上，等到路面上光明的时哇！大家嘛阁着行一摆咱知影啥物代志？因为带因出这个地下铁查某人这个妇人人是一个青眉人大家惊一个讲还有那青眉人带，原来规个。地下铁地下铁路黑暗的时伫即个青眉的妇人内底，伫伊的心内底，啥物耳熟能详拢共款我带恁出来所以遮个目睭金金哇，目睭大蕊金金的人遮个群众大家真歹势讲，哪会安尼平常时阮拢看伊普
竟然大停电的事吼，是这个查某人带咱出来吼。原来真正的光明伫人倒位？伫人的心内吼，真正的光明伫人的心内。人的外在的这个形体，人外在会看见，有当时啊对着日子会哪来哪废无，总是人内底内心，人的活命，人的心智，会对着信仰，对着信念来日日换新。所以有当时啊看见的事，会互咱戆影；看见的事，互咱惊吓。总是咱无看见的时，也是讲咱无看见的事，反倒等有时是咱生命真重要的部分。伫咱都市，咱可能看见的是人，可能看见的是厝体，是车，是捷运，是做的事，是商业的行为，是店面，是百货公司。外在，伫庄口可能是看见草坡，看见海边，看见山坡，看见小小的小厝。外在看见的是咱环境的变化，是动物，是树林。总是咱无看见的是啥物？是活命内底生命的创造。咱所领受的。咱的环境，咱看袂见的是啥物？可能咱会当体验的，会当譬如的，就是干那空气吼，空气咱看袂见，总是咱感觉需要空气。你即摆去看卖，你讲老师啊，我即摆吼无啥需要，我要甲禁起来。你甲禁看卖，看你禁3分钟，禁5分钟。啊，你讲啊，我都无爱吼，但是吼，你真正记到落尾，你嘛是搁禁吸一下吼。因为无空气，人无开的是真艰苦，所以空气咱看无，总是24点钟免费互咱使用吼。上帝嘛无你教会头前来设一个空污费，讲咯，你这个人吼，伫遮吼造成了空气污染，所以要甲你收一个费用。也是讲吼，你这个人奇怪，大概拢喘较侪气吼，所以要甲你收一个过度使用费吼。上帝拢无呢，上帝互咱大喙吼，一喙、两喙、3喙，咱一生拢咧呼吸。上帝的恩典之爱，就是这个所在，互咱显明。虽然看袂见，伊看袂见的恩典，甲伊的疼痛，赏赐互咱，赏赐互信靠伊的人，嘛赏赐互啊袂认捌伊的人，赏赐互好人，嘛赏赐互歹人，互咱无法度提示这种的恩惠。所以上帝互咱的是永远活的活命，互咱每一个军队伊的人。是看袂见，无法度去摸到迄种看袂见的活命甲快乐，是看袂见的平安，总是超越世间的平安。我想这是咱现代人，甚至是咱现代基督徒，咱需要定心去思考咱的灵性，甲咱内在活命，因为太容易伫社会咱的境况内底。拢用看会见的、感受会到的、摸会到、食会到、啖会到的，来成做咱感受的一个凭据。总是有当时啊，咱看会到的、啖会到的、摸会到的、食会到的，有当时会甲咱欺骗。反倒等，如果咱也亲像这个青梅的妇人人共款，反倒等伫一切黑暗的事，伊的心内上光明。所以伫耶稣基督的恩惠内底。伫伊命定的这个旨意内底，虽然有时咱的境遇、咱的环境、咱的工作、咱的家庭，有时互咱看到侪的艰苦、伤悲、失望，甚至会互咱软弱。总是这看会见的，有一日拢会过去，嘛拢会过去。咱所爱伫意的是啥物？是上帝所赐。无限的这个恩典甲救赎，是伫伊所赐这个永远的无毁坏的活命。这个活命，才是咱生命、咱人生的凭据，嘛是咱会当勇敢向前的一个快乐。亲爱兄弟，伫咱人生的苦痛甲挣扎的中间，伫咱面对痛苦的这个痛痛。
甲面对，亲像婴仔共款，一个新的生命的这种欢喜内面，咱拢伫找找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方向。咱究竟咱的一生，咱嘛伫找找真理，找找灵魂的出口。咱伫痛苦甲理智、伫软正甲毋甘内底挣扎，伫烦笑甲啼哭内底来体会人生的滋味。总是愿咱拢会当坚心来信靠上帝，这位创造甲疼的上帝。伫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圣神的推动内底，互咱的生命哪来哪有溃烂？伫伊大的权能内底，咱因为信心，因为勇敢向前，来经验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人生，总是拢是上帝所赐奥妙的人生，嘛是拢无毁坏的一个永远活的活命。伫每一个信靠伊的人，望咱拢会当平静安稳，来得到这份永远的愿望，勇敢向前的一个活命。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阮，佮赐阮活命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互阮亲近你的时，你的话语、你的心就亲近阮；互阮软正的时，互阮艰苦的时，阮会当掠着主你的应允，嘛掠着主你的款式，都是勇敢来面对阮的人生。虽然有艰苦、有痛痛、有做的事，总是阮在你其中体会着生命的欢喜，体会着主你的恩典，时时充满伫阮的生命内底。虽然看袂见，虽然有时有做的征战甲艰难，总是主你帮助阮，互阮有够的信心来倚靠你，较赢伫阮的环境，嘛帮助阮的教会日日进步伫你的面前，互阮成做一个疼的团体，互阮互相劝勉，嘛互相了解，伫主你的恩典内底，成做你所欢喜的一个见证，嘛成做你所欢喜的一个家庭。愿你扶持阮，也加添阮气力。阮三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